剧不剧透？可能会哦。课不课语？好夯密，轻松一点下来，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。剧透课语，Let's go！ 阿寇宇雄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短片，这部作品叫做《金门》。这部作品非常的有意义哦，因为它是台湾第一部，注意听，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作品。好酷耶！哇，入围奥斯卡呢！那这部《金门》纪录片的内容呢，是导演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谈台湾、金门还有中国之间的关系。那透过镜头呢，让大家来了解金门的特殊地理位置，还有战争遗迹。金门人的日常，那也获得许多国际的回响哦。真的，能入围奥斯卡这样指标性的影展，真的是非常大的荣耀哎。那说到奥斯卡，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奥斯卡奖的小知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说到这个奥斯卡奖呢，大家呢通常都会叫它奥斯卡金像奖。奥斯卡奖，或是简称奥斯卡，对，这些都是大家常常听到的哦。不过呢，它的正式的名称跟奥斯卡这3个字呀三个字黑某关黑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它的正式名称呢叫做学院公鸡奖，也不是那个咕咕咕的那个公鸡哦，不是哦，它是功成名就的功，鸡是什么？绩效的绩，对，那也被简称叫做学院奖，对 ，Academy Award。那它会被称为奥斯卡，是因为那个大家都想要的那一座小金人有没有？那一座小金人呢，就被大家昵称为奥斯卡。那这个奥斯卡呢，它是怎么变成典礼上那一座小金人的绰号呢？根据这个奥斯卡官网所公布最广为人知的故事版本呢，是负责每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执行董事。他在第一次看到小金人的时候就说：“哦，这真的像我叔叔 my uncle。”奥斯卡，Oh my god！ 那从此之后呢，大家呢就昵称这座小金人叫做奥斯卡。但是大家仔细想想，仔细看看这个小金人其实他的五官没有很细腻呢，他做出来是没有很细腻的，所以说到底哪里像？一种感觉。好，不过说到这个奥斯卡奖，它是从1929年开始到2024年，已经有94年的历史了。费松球一共有20多个不同的奖项，是美国电影业界年度最重要的活动，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艺文奖项，也是目前最受世界瞩目的电影奖项之一。哇，嘿呀，奥斯卡奖也影响了后来的其他颁奖典礼，像流行音乐的葛莱美奖、电视作品的艾美奖、舞台剧的东尼奖，这些奖呢也都是以奥斯卡金像奖为范例才开始举办。台湾也有就是金马奖。怎么办？好有感觉哦！我真的很有感觉吗？谢谢。现在呢，这个金马奖是亚太地区很重要的电影指标。超。那继金门之后呢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台湾作品能够进入奥斯卡奖。哇！所以怎么样？我们先来教一下金门的客语怎么说。有没有很跳？有，你教。想不到吧？好，金门的客语4线腔就是金门，海陆腔金门。好，金门，好可爱哟。那在这个 YouTube 网站搜寻呢，也能看到这个完整的《金门》这部纪录片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纪录片的故事大纲。来哟 ，Let's go！突然用7個國土來小嘅金門，韓國幾兩人下同在地人嘅日常生活，用鏡頭翕翕各種時期嘅軍批實事，天天嚟講出金門嘅故事。
导演用第一人称视角介绍金门，从游客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出发，镜头游走在各种时期的军备设施，娓娓道出金门的故事。由美國同台灣負責嘅導演，因為工作嘅關係，接送到中國、美國、台灣三個所在來來去去。拥有美國跟台灣護照的導演，因為工作關係時常在中國、美國、台灣三地往返。進入境嘅過程，佢知道自家就像金門用嘅，交入三方嘅建中時局同政治競爭。出入境的過程中呢，讓他覺得自己就像金門一樣，捲入三方的緊張情勢與政治角力。導演未啲影片度空講到金門人對兩岸時局嘅看法，雖然一下金門嘅生活看起來平靜體貼，不過佢一條心肝條度還係知道受力同煩惱。導演也在片中提到金門居民對兩岸情勢的看法，雖然現在的金門生活看起來平靜安穩，不過居民的內心仍感到擔心與煩惱。老實說呢，我長這麼大還沒有去過金門，還沒去過金門，對，有點不好意思哦。不過看完了紀錄片過後呢，我覺得這座島嶼呢，就像影片帶給大家的感覺，那種歲月靜好，卻帶着隱隱的不安。那這部影片的英文名稱呢，叫做 Island in Between， 對，一座介於中國跟台灣之間的島嶼，擁有非常特別的 location。你今天英文很好哦。沒錯。擁有非常特別的位置。OK 哦，那另外呢，在紀錄片中呢，這個天氣好的時候啊，能清楚看到對岸的建築物。如果不是隔着海呢，好像騎個腳踏車就會到的那種感覺，有沒有？超近，所以呢，真的非常不可思議。沒錯，我相信很多外國人啊，應該對金門的歷史背景感到很驚訝。怎麼有一個島嶼這麼的特別，戰略位置這麼重要，離中國沿海距離這麼近，曾經與對岸水火不容，而現在呢，這個兩方經貿的往來卻又如此的密切。對，這讓我想到紀錄片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畫面。就是那畫面中呢，就是有一戶人家，他的牆上貼着褪色的毛主席照片，對對對，然後旁邊呢卻掛着跟總統蔡英文的合照，對，蠻妙的這個畫面，讓民主呢跟共產的領袖在這戶人家的牆面相遇，真的蠻有趣的。還有呢，隨處可見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與反共的標語圖像，這些國旗跟標語呢，在台灣本島其實已經很難看到了。對，所以我覺得讓人印象深刻。對啊，我去過金門一次哦，跟着那個導覽員啊，走過影片中的那些地方啊，像碉堡、戰備坑道、心戰喊話的設施、沙灘上報廢的戰車，對於已經脫離戰爭的金門所留下的這些早期的戰備設施，親眼去看、去看、去摸、去摸的時候，你知道那種感覺真的很奇幻。這有奇幻的感覺，超奇幻的，是覺得有進入到那個時代的感覺嗎？有，然後就會覺得說，哇，你很難想象這些是一個歷史的痕跡。這讓我想到紀錄片當中啊，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戰車，它淹沒在金門沿海的沙灘上，對，哇，讓我也很想去看看。真的，你有機會一定要去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來跟大家介紹幾個景點。你剛剛不是說那台戰車嗎？是，它位於金門歐錯海灘，是一台 M18 地獄貓戰車。它退役後啊，就被放置在這裡，當成演習時練習的標靶。後來任務取消，它就一直被留在這裡。不過我要強調的是，如果你去金門想要親眼看到這台戰車的風采，一天只有2次的機會啊，漲2倍。對，因為漲潮的時候海水就會淹沒戰車，所以只有在退潮的時候戰車才會露出水面。所以啊，各位親愛的朋友要來看戰車之前，記得先查好潮汐時間。哇，這很難得哎，很厲害啊！要只有2次機會哦。對啊，除了這個景點之外呢，來到金門一定不能錯過坑道。
哦，还有坑道。对啊，很少有一个地方景点是坑道吧？因为金门当时在战争时期嘛，对不对？有许多军用的坑道以及民房的坑道。大大小小、胎胎细细，各式各样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宅山坑道，可以说是金门战备工事的代表之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分为陆地坑道跟水上坑道两部分，大家感受一下哦。这个水上坑道最为闻名，这条水上坑道最多可容纳超过42艘的小艇进出。哇，好多哦！嘿呀，有供小艇停靠的码头。你想一下，整个连队可以驻守在这坑道里面呢，而且这全部都是人工开凿，没有靠大型的机具，非常不可思议。哇，大家可以一起来幻想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嘿，这坑道的花岗岩纹路，映照在这个宁静的水面上，是不是果然就是金门一定要去的地方呢？一定要去。对，而且呢，每年10月中还会举办这个坑道音乐节。对，是说这个坑道里面有那个天然的回音 echo。嘿在这里唱歌一定非常的动听，让我好想来唱一首歌。准备好咯。这位朋友，我们要介绍下一个景点咯。完全不想让我唱歌是不是？我要说啊，这个影片中有一座充满未来感的北山播音墙，它就盖在这个北山的断崖上。高耸的外形呢，是掩护播音站的防御型的建筑，超酷。它正面是由48组的扬声器组成的方阵，声音可以传到25公里远。当时肩负着重要的任务，现在是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哦。还有，金门还有另外一座马山观测所的马山播音站，这个跟那个北山播音墙都是金门战地时期用来喊话打心理战的前线，当时用华语、闽南语广播新闻、宣传、评论、招降等讯息。不只是隔着温情喊话哦，让对岸起义来归，也会播歌曲，大家一定很难想象。我知道，我有看过那个影片，他会播那个邓丽君的歌。对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差不多，最好是差不多。你有看过那个影片啊？因为纪录片里面就有，所以邓丽君会在里面喊话。对，他会喊那个“亲爱的大陆同胞，你们好”，有没有甜美？甜美一点。我是邓丽君，这个我不能呢。继续。我是阿凯翔。我很高兴能够站在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，金门，我只希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。是不是很难想象？你想想看，在金门，然后你透过广播，你会听到邓丽君的声音跟这样的一个喊话。那因为邓丽君当时是两岸最红的歌星啦，所以用她甜美的歌声进行心战喊话，就是希望走在对岸的同胞们投降。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导演啊，他说他的奶奶就是担任当时的心战播音员，所以这也是当时战争底下衍生那种很特殊的工作。对，想必那位奶奶的声音应该也是非常甜美哦。真的。这也让我想到许多韩剧啊，有演那种北韩人民其实都很喜欢防弹少年啊，或者 BLACKPINK 啊，或者少女时代啊等等的。对，你还记得之前有一部韩剧《爱的迫降》，也有类似的桥段啊，有没有？在里面那个北韩居民啊，被偶像的魅力所收服。不过刚才介绍的这些金门人气景点啊，在早期啊，那个情势很紧张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开放参观，而且在当时抽到金门当兵，就是所谓的金马奖。噔噔噔噔。不懂一个金马奖会哭，这声音会哭的，家人都会非常的担心，因为就像导演影片说的啊，他的爸爸抽到金门当兵，奶奶担心他回不来。好的，跟大家分享完金门的人气景点之后，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不是没有呀，是课本上没有教的
金门小教室啊，对啊，我们读过历史课本都知道啊，金门有2次的战争记录，深深的影响了金门的命运。接下来好像有点严肃哦，大家还是要认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金门跟我们的历史。对，我知道第一次的这个战役呢，就是古宁头战役，AKA 古宁头大捷 ，AKA 金门保卫战 ，AKA 金门战役，AKA 金门大捷。这些名称呢，都是指西元1949年民国38年10月25到27日的战役。地给勇死，在当时10月下旬。中华民国国军部队在中国大陆节节败退，共军占领中国大陆全境，成功占领了厦门，准备要进一步夺取金门的时候，但是因为不了解金门的潮汐，激战了3日3天3夜，最后共军以失败作收，由中华民国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哇，被你讲好有画面哦！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啊，同年的11月啊，这个金门全境就进入了军管时期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其实还有很多人都不熟悉，也不知道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门小教室要跟大家分享的冷知识。对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知道吗？当时12岁啊，无论男女，就要编入所谓的儿童队，又称幼师队，负责这个村庄的守望。看到可疑的人物就要跟大人讲，才12岁要讲什么？就是看到可疑人物要报告大人的意思。我说那边有奇怪的人。对。然后17岁的女生啊，就要编入妇女队，除了医护的支援，还被训练用枪。17岁的女生就要训练用枪哦。成年的男生呢，就要被编入机动队，成为主力队伍。另外还有各种的什么防毒班啊、船舶班、消防队、技工等编组。所以你说这些可能平常是农夫啊、渔民啊，这些金门老百姓啊，对，他们要摇身一变变成超专业的这种民防队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哇塞，那他们从小就要开始参与军事演习，这对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。对啊，你可以想象你12岁就开始当兵吗？对啊，而且17岁就要去那个练枪，对，而且他们每年呢都会安排训练的内容也非常扎实，对，像是村落守卫、巡逻、防谍、救护、抢修、补给，配合不定期的军事演习，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。一口气讲完，很像就变成绕口令了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我要讲的是，而且这些民防队不是正规部队，所以他们没有军饷，也就是没有钱，然后没有军粮的补助，没钱又抹不出，而且啊，你知道吗？连军服都要自己花钱买来穿，还有你刚刚说那些大大小小的训练时间，都是占用民众的日常生活，所以在那个情势紧张的时候啊，不管是农闲还是农忙，都要上紧发条，甚至那个夜间有没有？一听到哨音，哔哔，就得限时着装，携带枪弹到村公所呢紧急集合。大家会担心没有听到哨音，你怎么没有哔哔？因为没有听到哨音没有哨音，现在没有哨音。这个左邻右舍呢都会约好。晚上谁要听到哨指声，哔，就要立即挨家挨户敲门通知。所以金门民众他们都说自己是全年皆兵。所以呢，我如果当时在那边出生的话，我根本就是每天要当兵吧。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。而且除此之外呢，民众的土地呢也有可能随时被国军征用哦。村落之间呢要努力的去挖掘战备坑道。对。而居民晚上呢有宵禁，不能出门。还有灯火管制就跟那个当兵一样，规定时间要熄灯。对，两腰动动，请熄灯之类的。对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入夜是漆黑的一片。对，所以当时金门的夜晚是非常危险的。东木一响呢，有可怕的水鬼，真的鬼吗？就是共军的蛙兵潜伏在海中，随时在深夜里上岸偷袭我们站哨的军人。黑影啦。虽然是人，但听起来真的是毛骨悚然啊！还有呢，如果你要到台湾本岛，或是只想要到隔壁村去拜访朋友、串串门子啊，都要进行登记，得到军方的许可才可以放行。对啊。另外，学校的军训课会用真枪实弹来操练，还有像体育课的球类、交通工具的轮胎，只要这种能飘能浮的都要列册管制。还有大家知道吗？
现在那种照相机啊，在以前也是管制品，不能随意拿起来拍照，连居家环境整洁呢都要透过军方来评鉴，真的是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呢。军事化的生活哇，你刚刚讲那些细节真是太严格了啦！大家知道吗？金门人啊，都认为在海边游泳是非常危险的行为。不是说金门人不会游泳哦，是说因为金门与各周遭那个小岛的海岸曾被放置超过10万枚以上的各式地雷，超可怕。虽然军方的排雷作业已经完成，但是沿海居民仍然心有余悸啊。听到这边，大家是不是觉得累了呢？有没有想睡觉了吗？太硬了哦，但我们的金门小教室还没结束哦。还吗？我们结束哈，因为呢沙甸这古宁头战役之后啊，又迎来了第2次伤害最深、最严重的战争，就是西元1958年的823炮战。我们俗称这个第2次台海危机哦。在823炮战发生时呢，那些金门居民组成的民防军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12岁、17岁的那些老百姓所组成的那个民防军。对，那他们呢在炮战中担任了什么角色呢？超重要！来，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。要。当国军运输补给舰抵达金门的时候，也是共军炮击最猛烈的时刻。对。此时，亚在世界，金门的民防队员他们就会肩负重任，来进行滩头抢运作业，将船上的补给物资靠人力来搬下来，运到安全的地方。那当时呢，并没有堆高机啊，也没有什么货运车来协助载运啊，这是民防队最危急的时刻，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性命。哇塞，想到这头皮都会发麻。对啊，光想的就觉得心惊胆跳所以我曾经听过那个金门老一辈的人说过，这个823炮战的初期啊，这个炮火相当的猛烈，民众都还要帮忙把被那个炮弹炸伤的伤兵从壕沟里面拉出来，还要帮军人包扎伤口，渔船还要帮忙到海上补给等等等。是啊，这就是因为金门位于这个台海前线哦，所以从1949年古宁头战役大胜之后，金门地区就被严格控管，一直到完全解除金门的出入境限制，算下来已经有45年嘞，对不对？超久啊，称得上应该算是世界级的戒严纪录，只能说这大时代牺牲了我们金门人的基本权益了。以上呢，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这个金门小教室。不过这次分享这么多的金门历史跟知识啊，相信呢大家就算没有去过金门，或是说对金门感到很陌生，但它与岛上的军民曾经守护着台湾，它的历史也是我们这片土地的一个很重要的篇章。希望今天透过金门列出纪录片，让大部分的我们呢都可以重新的认识、重新认识、到理解台湾、金门跟大时代的关系，也让你我对这座远方的岛屿产生了连结与认同。哇，突然好感人哦！我也觉得。但最后，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发，是我自己精选金门的特产。我挑了哪些金门特产？好不好奇？期不期待？这些金门特产的客语要怎么说呢？ Let's go！ 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刚刚条件搞的哈嘎发。金门四线腔，金门海陆腔，金门。那我选的第一个金门特产就是菜刀，很棒啊！四线腔就系菜刀，金门特产菜刀很好用哦。海陆腔，菜刀，金门特产的菜刀很好用。第二个金门特产高粱酒，太重要了啦，一定要学。对，四线腔高粱酒，金门的高粱酒很容易醉哦。海陆腔高粱酒，金门的高粱酒很容易醉哦。还有第三个一定要知道的金门特产就是
面线，超好吃。面线的客语四件腔就是面线，金门的面线很好吃。海陆腔面线，金门的面线冻好吃。没错，清米呢还有一个金门的特产，一定要跟大家来介绍，是什么呢？就是阿兵哥。我就知道你会选这个。客语四件腔就是阿兵哥，海陆腔阿并购。等一下，其实除了这个你介绍刚才那一些东西啊，他们还有什么贡糖啊、牛肉干啊、风师爷啦。对，但是一次学那么多，怕会吓到大家了哈，所以我们先把这几个好好的学起来。好的。金门的客语四件腔金门，海陆腔金门，金门的特产菜刀四件腔菜刀，海陆腔菜刀，金门的特产高粱酒四件腔高粱酒，海陆腔高粱酒，金门的特产面线四件腔面线，海陆腔面线，还有金门的特产阿兵哥四件腔阿兵哥，海陆腔阿兵哥。你可以把刚才前面那些都连起来一下吗？你是说金门的菜刀很好用，金门的高粱酒董厚林很好喝，金门的面线很好吃，金门的阿兵哥怎样？阿兵哥怎样？讲不出来了哈。他们很雄壮、威武、严肃、刚直、安静、坚强、确实、肃洁、沉着、忍耐、机警、勇敢。大叔1、2、1、2、1、2。我觉得他们的民防军可能都比你强。不过呢，这个金门老台尬少改改纪录片呢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也透过纪录片更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一块土地。如果想要跟我们介绍其他的纪录片作品，欢迎留言哦。我们这套客语，康拜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